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octor Wu。咁而家正值咧夏日炎炎咧，出邊曬得好緊要啦，咁我就決定咧今日就做呢一集啦。咁喺亞洲，尤其是喺東亞或者東南亞啦，好多人都會覺得曬太陽就搞到我哋會曬黑啦、出皺紋、出斑，甚至擔心會有皮膚癌。所以咧，尤其是女士們咧，就會好鍾意搽好足嘅防曬啦。住成日擔遮啊，或者着長袖等等嘅。咁我仲好記得咧，好耐之前仲喺中大讀書嘅時候咧，我朋友就同我講，一路撐住遮，一路同我講就係話太陽咧就係我嘅敵人啊。咁其實近呢幾年咧，我就開始發覺其實太陽咧好似有少少被妖魔化咗啊。其實曬太陽咧都有好多好處嘅。咁有一個普遍嘅好處咧，就係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可以幫我哋身體製造維他命 D 啦。但係其實曬太陽咧，仲有好多其他意想不到嘅好處嘅。所以今日咧，我就希望同大家討論一下咧，究竟太陽光入邊有啲咩成分啦，佢哋點樣影響到身體？另外就係亞洲人點解會特別容易維他命 D 不足咧？咁至於既然陽光有好處有壞處，咁我哋點樣可以平衡到防曬同埋吸收陽光？另外就有啲咩情況咧，就要開始注意停止曬太陽。同埋後邊咧，可能我講一啲比較感人嘅一個真實故事，同埋喺文化方面嘅一啲探討啦。咁首先我哋就介紹下太陽光入邊究竟有啲乜嘢先啦。咁太陽光我哋平時望到就覺得都係白色嘅光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咧，太陽光咧唔係單一嘅光，而係由多種波段去組成嘅。咁而每一種波段咧，對於身體都有唔同嘅影響。咁以下落嚟咧，我就會由波段短去到波段長咁樣介紹落去。咁比較短嘅最短嘅咧就係紫外線 B、UVB 啦。咁佢嘅好處咧就係合成維他命 D 嘅主要來源。咁咧維他命 D 合成咗之後咧，可以促進到骨骼健康、免疫調節同埋荷爾蒙平衡嘅。咁佢嘅風險咧就係因為佢波長比較短，所以咧佢嘅能量就比較高啦。佢主要咧就係會停留喺皮膚嘅表層。如果過量咧，就會引致我哋曬紅、曬傷，長期咧就會增加皮膚癌嘅風險，同埋眼睛暴曬過度咧，都可能會導致角膜炎或者雪盲嘅。而比紫外線 B 長少少波長嘅咧，就係紫外線 A，我哋叫 UVA。咁佢嘅好處咧，就係少量嘅 UVA 咧，就會刺激到皮膚嘅色素細胞，令我哋皮膚黑啲啦。咁可以咧，好似一個屏障咁，可以輕微保護免受 UVB 嘅傷害。咁佢嘅風險咧，就係因為佢波長比 UVB 長啦，咁咧佢就會穿透到入去皮膚深入啲嘅地方啦，就可以入得到皮膚嘅真皮層，會破壞我哋皮膚入邊嘅膠原蛋白，會加速老化同埋色斑嘅形成。咁亦都如果係眼睛嚟講咧，亦都會增加白內障同埋黃斑部退化嘅風險。咁比紫外線 A 波長更加長嘅咧，就係可見光啦。咁顧名思義咧，可見光就係我哋肉眼望得到、睇得到顏色嘅光啦。咁我哋平時見到太陽嘅白色光咧，其實就係可見光光譜入邊所有顏色集合埋一齊變成嘅白色嚟嘅。咁啊，順帶一提咧，咁有可見光咧，都係我哋望得到顏色，即係物件上邊有唔同顏色嘅原因。咁佢嘅好處咧，就係幫助我哋調節生理時鐘，提升情緒，增加血清素分泌，咁促進心理健康嘅。咁佢嘅風險就係咧，一啲高能嘅藍光咧，可能會增加視網膜氧化嘅壓力，而長期暴曬咧，亦都對眼睛嘅黃斑部咧不利。咁下一個比可見光嘅波長更加長咧，就係紅外線啦 （infrared） 或者我哋平時叫 IR 啦。咁咧佢哋嘅好處咧就係可以深入肌肉，因為佢哋波長比較長嘛，可以深入去肌肉、關節同埋血管，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幫助組織修復同埋減少炎症。咁咧風險咧就係長時間嘅暴曬咧會令到皮膚水分流失，導致熱疲勞嘅。咁順帶一提啦，就係除咗可見光之外咧，其餘嘅紫外線同埋紅外線咧，其實我哋眼睛咧都係睇唔到嘅。咁所以有時候曬太陽咧，我哋就好難以太陽曬唔曬
光唔光去決定究竟紫外線同埋紅外線究竟勁唔勁啦。咁另外重點就係咧，太陽光咧有益亦都有害，適當嘅曬太陽咧可以帶嚟維他命 D 啦、情緒提升、免疫調節等多重好處。但係過度暴曬而且冇防護咧，就會傷害皮膚同埋眼睛啦。咁講到曬太陽呢件事咧，喺我哋亞洲文化嚟講咧，就係我哋普遍重視白淨皮膚啦。正所謂一白遮三醜嘛，係咪？咁我哋平時咧就好怕曬黑啦，咁又怕老啦，怕有皮膚癌。咁所以其實好多東亞人咧都係好刻意去避開去曬太陽嘅。咁結果咧，其實維他命 D 不足嘅情況咧都比較普遍。東亞嘅成年人咧，大概有30%至70%咧就有維他命 D 缺乏嘅狀況啦，尤其是係女性同埋住喺城市嘅居民添。咁再者，亞洲人皮膚嘅黑色素咧比起白人比較多，所以 UVB 嘅穿透率咧都比較低。咁所以咧合成到維他命 D 嘅效率咧就會比白人低2至3倍。咁所以咧比起白人咧，我哋會比較容易出現不足嘅。咁以香港為例啦，咁啊雖然係屬亞熱帶氣候啦，陽光充足，即係去到3月去到10月都仲係好熱嘅，都好夠陽光嘅。咁但係因為香港咧又好高樓林立啦，街道又比較狹窄啦，咁所以咧就有呢個城市峽谷效應。咁其實咧就算我哋出街咧，都唔係話成日好容易曬得到陽光，就減少咗陽光直射喺地面嘅時間同埋範圍。咁所以令到咧 UVB 嘅咁所以導致咧 UVB 嘅穿透率咧進一步下降嘅。咁另外咧，香港人好多時咧都係喺室內做嘢或者生活啦，咁曬太陽嘅機會咧亦都大幅減少。咁呢啲環境同埋生活形態嘅因素咧，亦都可以係維他命 D 不足嘅另一個重要嘅原因。咁陽光其中一個最廣為人知嘅好處咧，就係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製造維他命 D。咁其實維他命 D 喺我哋身體入邊點樣可以免費咁用陽光製造呢？咁我喺度咧簡單咁同大家講解一下啦。咁當陽光入邊嘅 UVB 照射到皮膚之後咧，咁表皮入邊嘅7脫氫膽固醇 7-dehydrocholesterol 就會轉化成維他命 D3嘅前體啦，咁亦都係叫 previtamin D3。咁再由體溫催化形成維他命 D3啦。之後咧，呢一個維他命 D3，無論係皮膚度做出嚟啦，定係喺補充品度補充嘅咧，都會去到肝臟去轉為25氫維他命 D。咁呢個25氫維他命 D 咧，其實就喺血液入邊最主要嘅循環形態。咁咧，亦都係最能夠準確反映到身體維他命 D 嘅水平。咁呢一個25氫維他命 D 咧，就會去到腎臟，就轉化成活性嘅維他命 D 啦 calcitriol。咁活性維他命 D 咧，就主要負責喺血液入邊鈣同埋磷嘅水平。咁佢唔單止會幫助我哋鈣質吸收，亦都會幫助我哋免疫調節同埋有抗炎嘅作用嘅。咁當然啦，曬太陽個好處咧，唔單止喺維他命 D 嘅，咁仲有好多額外嘅好處。咁例如咧，調節免疫系統。UVB 同埋紅外線係可以影響免疫細胞嘅活性。另外咧，佢仲可以改善情緒，提升血清素嘅水平，減少我哋憂鬱嘅感覺。另外，佢仲可以調節睡眠。朝早曬太陽咧，就可以幫到我哋重置呢個生物鐘，提高晚間褪黑色素嘅分泌，令我哋瞓得好啲。另外，佢仲可以降低血壓。咁陽光咧可以促使皮膚釋放一氧化氮，令到血管擴張，改善血流。好啦，咁大家聽到呢度咧就好明白到陽光係可以非常有益，但係同時都可以有害喎。咁我哋點樣可以平衡曬太陽，先至可以得到最佳嘅效果呢？咁我以下落嚟咧就有幾點 tips。第一就係去選擇合適嘅時段去曬太陽。早上9點前或者下午4點之後，咁 UVB 仍然都有，但係 UVA 就比較弱，咁所以我哋可以製造到比較多嘅維他命 D 之餘咧，就冇咁易受到皮膚老化等等嘅影響啦，所以風險比較低。另外，我哋仲可以以衣物防曬去配合部分嘅裸露，
咁即係例如就話着長袖嘅衫、闊邊帽，戴 UV400度嘅太陽眼鏡去保護一啲敏感嘅部位，前臂或者小腿就可以曬5至15分鐘去吸收 UVB，幫助製造維他命 D。第三就係去正確去認識防曬嘅標籤啦。咁大家知唔知道究竟咩係 SPF， 乜嘢係 PA 呢？咁其實 SPF 咧就係代表防 UVB，咁數字越高咧，防曬嘅時間就越長。咁我建議咧，大家就用 SPF 30至50。咁 PA 咧就係去代表防 UVA 嘅，咁加號越多就防護越強啦。咁我就建議咧就用 PA 3個加或以上。咁第四點咧就係先吸收再防護。咁我建議咧就係大家應該要持續喺面部搽防曬啦，咁我就可以保護面部比較脆弱而且易受損嘅皮膚啦。咁但係同時咧，我哋就可以允許身體其他部位，例如前臂、小腿呢啲比較襟曬嘅身體部位咧，去短暫接觸陽光，大概10至20分鐘左右啦。咁當然呢個時間上咧係要跟你嘅膚色、你住地方嘅緯度同埋季節去調整，咁就可以促進維他命 D 嘅合成。咁呢個策略咧就可以兼顧咗我哋製造維他命嘅生成啦，同埋皮膚防護嘅平衡，咁就可以減少面部曬傷啊，減少面部會老化嘅風險。但係同時咧，我哋又可以確保我哋身體其他部位就有足夠嘅維他命 D 同埋陽光嘅接觸啦。咁第五點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眼睛嘅保護，千祈唔好忽視，因為長期紫外線暴曬咧係會增加白內障同埋黃斑部退化嘅風險，所以出去嘅時候，尤其是夏天，係必須要戴合格嘅太陽眼鏡。尤其是我都發覺咧，香港人咧其實比較少戴太陽眼鏡嘅，唔知係咪因為戴太陽眼鏡咧，俾人哋有串串貢嘅感覺啦。咁但係其實咧係絕對有保護到我哋眼睛嘅功能嘅，所以大家記得要買翻一個合規格而且質素比較好嘅太陽眼鏡啦。千祈唔好買平嗰啲，完全你唔知道究竟有冇 UV 保護嘅。因為如果太陽眼鏡佢只有調暗咗，但係冇 UV 保護嘅話咧，佢會令你嘅瞳孔放大，令到你隻眼吸得更多光，但係同時佢又冇保護到 UV 喎，咁即係代表其實中傷你隻眼，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買一個合格而且有 UV 高保護嘅太陽眼鏡。咁另外重點提醒嘅就係咧，面部皮膚咧係最脆弱啦，所以就唔建議為咗吸取維他命 D 咧去裸曬塊面嘅。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長期缺乏曬太陽啦，即係你唔能夠出去曬太陽嘅人咧，就真係建議去搭配呢個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咁咧，對於曬太陽咧，咁我有3字訣，就係早、短同埋戶。咁早嘅意思咧，就係要揀早上或者傍晚嘅時段啦。短就係曬太陽嘅時間就唔好太長啦，10至20分鐘好啦。戶就係必要時咧要補充防曬嘅保護。咁我喺呢個 podcast 咧就鼓勵大家曬太陽啦。咁但係因為太陽都有佢一定嘅害處咧，所以我要話俾你聽，乜嘢時候要即刻停止曬太陽啦。如果你遇到以下呢個狀況咧，就即刻去避光啦。第一就係皮膚開始泛紅啦，或者有灼熱感。第二就係頭暈、心跳加速、口渴異常，咁呢啲咧都係中暑嘅先兆。咁另外就係如果你感覺到極度疲倦，覺得冇力咧，亦都係要即刻避光啦。因為曬傷咧唔單止係痛，佢仲會大大提升皮膚癌嘅風險。反覆曬傷咧係黑色素瘤等皮膚癌重要嘅誘因。另外順帶一提就係咧，黑色素瘤佢本身咧係非常之危險嘅一個皮膚癌嚟嘅。點解咧？因為佢本身黑色素瘤，可能你只係會見到我見到有粒黑掹掹嘅癦，你可能會冇發覺佢係癌症，因為佢好似癦，並且佢可能細細粒。咁但係咧，佢哋好常就係就算係咁細粒嘅階段入邊咧，其實佢哋有機會已經擴散到去你其他器官入邊。咁到你真係發現到你係有黑色素瘤嘅時候咧，癌細胞咧可能已經擴散到去你唔同嘅身體組織啦。例如比較常見嘅咧就係淋巴啦、肝臟啦、肺啦、腦啦，甚至係骨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要非常之小心，唔好過度曬太陽，盡量唔好俾自己有曬傷嘅機會。咁以下落嚟咧，我想分享一個關於陽光嘅奇蹟。咁呢個故事咧，我就喺
另外一個 podcast 度聽翻嚟嘅。咁個 podcast 就好出名嘅，就叫做 DOAC Diary of a CEO，中文就譯做 CEO 的日記啦。咁嗰位 CEO 咧，佢就好常請一啲唔同嘅專家咧嚟到傾偈，佢一傾就傾2個鐘咁樣嘅。咁今次咧，我聽到嗰一集咧就係講到有個專家係專係講維他命 D 嘅，咁佢就提到咧一個非常之奇蹟嘅故事，就係講到美國咧有一個15歲嘅男仔，咁因為佢有呢個白血病啦，咁就要接受化療。咁化療咧最大一個害處咧就係會令到你個免疫系統咧非常之弱嘅。咁佢就係因為呢個化療咧，導致到佢個肺部咧有真菌感染，就感染到好嚴重噶啦，食咗好多藥啦，好強嘅抗菌藥咧都唔得。咁一開始咧左邊嘅肺有嘅啫，咁佢就做手術切咗左邊嘅肺，即係醫生都會諗住啊咁樣可以停到個真菌感染啦。但係隔咗冇幾耐咧，發現佢剩翻嘅嗰邊肺咧都開始有真菌感染，而且越嚟越嚴重。咁佢哋當然係用最強嘅抗菌藥啦，但係都係冇效。咁啊，去到某個地步咧，個醫生咧就覺得，佢即係冇乜幾耐命噶啦，咁就可能就要轉去唔好搶救嗰個階段啦。即係萬一佢有啲生命危險嘅話咧，就唔會再搶救噶啦。咁佢個家長就問佢啊，咁醫生咁佢仲有幾多日命？醫生答佢2日。咁你想象下，對於父母嚟講，點樣可以話俾自己15歲嘅仔聽，你仲有2日命咧？係咪？醫生咧就問佢你有啲乜嘢願望？咁當然喺呢個時候佢有啲咩願望，大家就算托塔都會幫佢搞掂啦，係咪先？咁但係你估唔到呢個15歲嘅男仔佢嘅願望竟然係話我想出一出去，I wanna go outside。佢就話我淨係想出去外邊。咁佢當然啦，醫護就會安排佢係咪推佢個床啊，推晒所有儀器啊，咁推佢出去啦。咁啊，意想不到地咧，佢個病情反而慢慢好轉喎，可能就有1-2日啦。因為佢會每日都會照呢個 CT 嘅，要照唔同嘅掃描。但係佢嘅治療嗰個方法咧係冇變嘅，一路都用咁多藥，一路都。咁啊，意想不到地咧，佢就係因為出咗去曬咗太陽之後咧，佢個肺入邊嘅真菌感染咧，竟然慢慢減少，竟然去到第5日咧，佢發覺佢嘅真菌咧已經冇咗差唔多一半啦。咁所以後邊咧，佢啲真菌應該係慢慢好翻啦。後來咧，佢仲可以繼續治療，仲可以翻到屋企添。咁呢個新聞咧，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嘅咋，都係2024年。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個新聞咧，我都可以喺呢個資訊欄嗰度咧 send 一個擺低個 link 嘅。咁呢個情況咧，連醫生都拗晒頭，咁當然係開心嘅拗頭啦吓。咁雖然係冇辦法可能完全用科學解釋得到住，但係我哋從呢個故事可以睇得到，陽光對於免疫、情緒同埋修復嘅影響咧係唔可以忽視嘅。咁嚟到我要加一段少少嘅插曲啦，講完呢個奇蹟之後。咁我想喺文化嘅視角度睇下陽光嘅神奇力量。其實除咗而家我哋有科學證明陽光對身體嘅益處啦，其實陽光咧喺我哋好多文化入邊咧都有賦予一種神奇同埋靈性嘅力量嘅喎。自古以嚟啦，陽光咧都會視為生命嘅泉源。佢嘅溫暖同埋光輝象徵住活力、治愈同埋希望。其實都啱嘅，你諗下，地球上面其實只有陽光先係外來嘅一種能量啦。咁呢種能量咧，其實係令到我哋所有生物可以生存嘅一個原因嚟嘅喎。咁喺中醫嘅理論入邊咧，陽光係補充陽氣嘅重要途徑，可以幫助身體氣血流通，提升整體免疫力。咁傳統養生咧，亦都重視早晨曬太陽，咁認為可以陰陽調和，促進身心平衡。咁喺心理層面啦，陽光帶嚟嘅溫暖光線咧，係可以舒緩情緒，驅走憂鬱同埋疲勞。咁正如我哋所講嘅陽光心態啦，咁可以反映出光線點樣影響到我哋心理狀態同埋生活態度。同埋其實已經有研究睇到咧，有好多譬如話北歐啊，即係處於南北極近啲嗰啲地方咧，因為佢哋冬天嘅時候日照真係好少，抑鬱嗰個情況咧都係隨住呢個日光嘅減少而增加嘅。咁另外咧，而世界各地咧亦都有一啲曬太陽嘅儀式啦，咁代表精神更新同埋生命力嘅注入。無論係喺古埃及嘅太陽神啦，定係印第安文化中嘅日出儀式咧，陽光都係生命力、治愈力係緊密相連嘅。咁其實呢啲文化觀點咧，同現代嘅科學其實都互相呼應嘅。咁佢提醒我哋咧，陽光唔只係一種物理嘅現象，佢仲係身心靈層面嘅天然良藥。
咁嚟到總結咧，就係話俾大家聽，曬太陽係免費又強大嘅天然補品，唔係淨係一粒維他命丸就可以替代嘅。只要大家可以安全適量咁曬太陽咧，咁就可以令到我哋身心都獲益啦。如果你聽完今集會有啲咩地方唔明，或者有其他主題想我講，或者會有啲乜嘢想去表達嘅話，記得去我哋嘅留言板 Padlet，或者去我新開嘅 IG 度留言啦。另外咧，我都會不定時咁去整一啲額外嘅資訊啊，製成 PDF 嘅。咁咧，大家可以隨意去 download 啦，多數都係免費嘅。咁我有時候都未必會喺個 podcast 度講啦，因為有時候我係突然間諗到先至諗到要整嘅，咁所以得閒咧就去 𥄫 下有冇啲咩啱使啦。如果大家覺得呢一個 podcast 幫得到你，又想鼓勵我繼續創作嘅話咧，就可以請我飲杯抹茶。咁我咧就下邊咧會有齊晒留言板、IG 資訊 PDF 嗰個 link 同埋請我飲抹茶嗰個 link 嘅。大家每一份支持，無論幾多都好咧，我都係堅持製作高質內容嘅最大動力。最後記得去訂閱，越講越健康。我哋每個星期有一集。多謝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r. Wu，我哋下集再見。